反倒美国对顶关税影响到咱国内的产业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，会以去年台北市超顶的34亿的税来协助企业甲劳工，嘛继续来透过家人双北市有桃园共同的平台来营运。高雄市政府嘛启动营运对顶关税经济对策小组，嘛甲外贸协会来合作，协助厂商来开发全球的市场，来分散风险。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会对半导体加晶片扣100%的关税，也毋过会排除迄寡当地美国建造企业，也毋过找市中道都是美国要正式向台湾实施20%的关税的时间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，政府要赶紧出面说明、了解问题，才会当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。目前的讯息还很混乱，到底台积电是不是会免关税，或是其他相关半导体的产业以及资通讯都要被课予100%的关税？政府应该尽快的出面说明。川普总统告诉我们的远比艾总统以及卓院长的多得多。另外，不支付要安怎营运关税冲击，蒋万安表示，在4月的时阵，其北土都随召开4个首长的会议，提出相关营运关税作为，会继续透过4个市的平台来营运相关政策发展。北市会先以去年超扣的税收34亿来协助企业甲劳工营运冲击。上个会期在议会我已经说过，我们会先用34亿来因应关税的冲击，以及必要时我们各局处包括劳动权益基金、包括产发基金等，也可以以缓济急。在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也有2倍金来因应。高雄主要产业钢铁扣件应属232条款措施，税率并无变化。另飞机引擎零组件、金属家具制造，高雄占全国产值约15%，将暂时适用20%关税税率。高市府也进一步表示，已经启动高雄市营运对顶关税经济对策小组，继续盘点高雄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产业受影响情形，各甲外贸协会密切合作，协助厂商拓展全球市场，分散风险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